哦，佢俾啊，我買20碟，20包啦，打包，請人哋食幾多錢？6扣半一包嘛，130幾啊。 ？130幾啊！哇，咁粗啊！你可以請我2碟食冇？啊？我睇下唔夠女冇？計50溝可以冇？諗下先啦，你計下睇啱冇？咩女㗎？女啊唔知啊。個老細佢唔係20包啊，10包送俾人哋食啊。咁樣唔係我送你知喎，人哋問係攞你哋送。嗱，老細俾咗女人呢時啊。哦，佢俾啊。130俾50啫啊，係你哋請，唔係我請。緊要咩？食嘢咩？thank you 晒。啊，嗰日食好食啊！而家開始計啦嚇。價嘅係咁樣嘅啊。得啦。80年代係咁樣嘅古早味，兩隻煎嘅，嗱先送嘅啊，好細請嘅嚇，仲有送呢個，OK，新包送咗，仲有16啦嚇，其他你自己計啦嚇，呢度有 CCTV 一粒啊，陣間聽日我睇，thank you 啊，OK，拜拜啊，拜，跟住呢2碟係阿興姐送嘅，辣椒好食啊！